下來繼續政壇消息，來看總統賴清德再去參加寵物店的開幕典禮。民進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蘇巧慧嘛有去參加。總統致辭一個開場，就甲蘇巧慧扣上場。佫講蘇巧慧年底就會到新北市政府服務，真明顯是咧甲強叫。國民黨這邊是寄望着台北市長蔣萬安會當來輔選。也毋過最近蔣萬安因為市政的問題，一直互民進黨的立委、民進黨的議員甲修理，是毋是會影響到伊輔選呢？蔣萬安強調講，伊專心佇咧市政，但是若有任何的需要，伊攏袂推辭。來請問你是狗派還是貓派？我以為我可以上來，就是因為我剛剛已經回答過總統，我是狗派，所以總統說我可以上來。總統賴清德致辭一個開場，就點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，提出有一個退役加油助選。他在立法院來幫忙這部法律，大概直到年底啊，接下來就要到新北市政府啊去服務這個市民。如果進入新北市政府的話，又另外一個角度來服務我們這個產業。賴清德已經接連續2天，甲家己縣市首長參選人同台，前一天到指南宮和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容合體，不過這邊同款在台北，沈碧容乃無來咧。無人機產業條例的這個討論，這是一個。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，其實就是有這個中國的民族團結促進法，臨時還是決定在這邊呢，針對這個議題來做法。沈碧容自首在日前，甲選舉步調放慢，不過也對手台北市長蔣萬安是真無施行。因 AI 的浪潮席捲全球，台北市身為首善之都以及科技的重鎮，我們不只是要跟上趨勢，也要主動布局。蔣萬安透早來到拜魯談 AI 教育政策環境，不過蔣萬安最近因為北市水溝生目藥燒和掠用選設置，叫民進黨罵當時嘛叫拿贏假棒，會當做選舉帶頭花，安尼輔選的腳步敢會受到影響？我覺得持續專注在市政上面，那我們也持續跟各個縣市進行市政的交流，然後各地有需要協助幫忙的地方，我當然也義不容辭。民進黨由賴總統出馬指揮，國民黨黨大如今敢若跟佇咧蔣萬安的境界，未來走向攏備受關注。